大家好，我是 Philip。今天大家来到一个 AP 的全新项目 Live Sukhumvit 114，稍后跟大家详细介绍。1年半之前 ，AP 一个成物落成 Live 114 Ashok，这个建案在曼谷来讲是一个全曼谷最好的一个建案，最多外国人住的一个建案。然后 AP 现在推出一个全新项目，这个项目的等级跟哪个成物是一模一样的，然后也在同一条路 114上面。所以我们会预期到这个新的建案的以后的需求肯定是非常好，包括买卖跟出租也是肯定是一个非常长寿的一个地点。所以稍后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建案不同的户型，大家应该项目的外表，包括跟之前的建案的外表是一样了，还有就是说前面有花园，然后也有空中游泳池，46楼是空中游泳池。然后前面也可以看到湄南河的景观，也可以看到一些公社的部分，到时候盖好也是非常漂亮。这个大楼总共有46层，总共1054个单位，然后楼下有2个店面，店面一般也是做便利店或者是咖啡厅，然后楼下只有 7-Eleven 跟 Lawson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楼下的话有很多的公共空间可以使用，然后楼上的46楼也有游泳池跟一个健身房，所以如果大家用来出租或者是用来自用的话，这个建案也是非常好。我们现在来到项目旁边的一个成物的建案 Espai Sukhumvit 114的38楼，这边就是潮汐的景观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景观，还有一个湄南河景。然后大家如果买在这个建案的话，买潮汐的话，就是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夜景。然后如果买潮洞的话，景观也不错，虽然它看湄南河的话比较少一点点，但是它的城市景观也是非常漂亮的。所以大家只要买在一个一定的楼层的话，它就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曼谷的夜景。而我们来到一个这个项目其中的最好的户型，这个户型是35平方米，10.6台平的实用面积。可以看到这个单位的户型非常好，因为它除了一个客厅以外，客厅还有一个小房间。现在只是小房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现在很多租客都是一些欧美人士，然后欧美人士都喜欢在家办公。在家办公的话，这边也不用帮他做成一个小睡房，等把这个空间留下来，给他们做一个办公桌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做一个在家办公的空间。然后这边是一个睡房。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睡房的面积也是非常挺大的，对于一个35平方米的单位来讲，然后睡房旁边就是洗手间，所以像这样的，如果大家是投机出租为主的话，这样的单位的面积是我个人建议是最好的。如果大家想用一个最好的基金去投这个单位的话，我建议大家买这个单位31平方米，因为大家可能看到一些网上的中介说买一些什么小套房啊、小户型好出租，其实我跟大家讲是不一定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如果你想租给一些欧美人士或者是泰国的中产的话，他们也会要求单位有一定的面积，所以像这样的一房的单位有一个房间，还有31平方米，大概9.6台平的话是最好的。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户型的一个安排，比如说这边是客厅啊，里面是睡房，然后这个房间的话起跳价钱才300多万泰铢，所以是非常好，然后也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好的住客的户型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 BTS 帕卡隆站，这个站就在曼谷最主要的中心点阿苏蓬蓬康罗 Ekkamai 的附近，2-3个站以内就可以到曼谷最好的地方。然后现在我们来到这个 BTS 帕卡隆下来，旁边就是一个本地一个很多本地人外国人来的地方，就是 Summer Hill。然后 Summer Hill 有很多不同的餐厅，包括日本菜还有 Starbucks。还有一个超市，然后这边的是一个曼谷其中一个最方便的地点。今天我们会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区，还有这个地区的一个全新的 AP 的一个项目 Live Sukhumvit 114。
来到 BTS 帕卡隆对面的一个 W District， 然后这边也有一些酒店啊，还有一些西餐，还有一些吃饭的地方。W District 后边就是一条本地人的一个酒吧街，还有再过一点就是一个本地的市场，稍后我们会带大家去参观一下。然后我们来到距离那个 BTS 帕卡隆站走路不到10分钟的地方，这是一个传统市场。因为我们很多香港或者台湾客人也觉得，就是我可以每天去商场，去一些比较好的地方，但是有一些时间我也喜欢去一个比较本地的地方，就是享受一下泰国本地的生活。然后这边就有很多泰国本地的一些吃东西的地方，还有一些就是说买菜啊。买一些日常用品的本地人会来的市场，所以这个帕克隆这个地点，除了有一些比较好的地方以外，也有一些在地的地方可以等大家去自己去慢慢去逛。